轉頭到咗轉來旋 ，That's 你正在收睇嘅係轉來旋。この番組は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好快就到中秋啦！一講中秋就會聯想到月亮，因為係農曆8月15滿月之夜啊！一家大細都係喺屋企團圓，一路食月餅，一路賞月，個畫面幾咁溫馨啊！但係你睇到我又點同呢？我點會建議你賞月啊？如果真係要賞月啊，梗係觀賞一啲同月亮有關嘅 Kamen Rider 啦！為咗應節，簡單咁樣同大家科普下同月亮有關嘅 Kamen Rider。不過亦都包括名入邊帶有月字嘅 Kamen Rider 啊！喺我進入正題之前，如果你係第一次瀏覽我 channel， 咁我 channel 主要係分享日本特色、日本動漫同埋日本文化嘅 theme， 間中咧都會分享啲大眾話題同埋生活小品。咁如果你覺得我呢條片幾唔錯嘅咧，歡迎 subscribe 我 channel 同 share 條片出去啦！事不宜遲，馬上開始。Kamen Rider Hose。作為新生代嘅 Kamen Rider，Hose相信係大家最為熟悉嘅 Kamen Rider，因為佢係以宇宙嘅概念為題材。一睇佢造型就知道，一身以宇航員嘅服裝設計改造而成嘅皮套，後方嘅設計係以火箭為基本架構，人稱火箭頭。雖然呢個係一部以青春校園嘅題材為主，不過 Kamen Rider Hose team 喺月球上邊係有一個基地叫做 Rabbit Hatch。Hose 嘅同伴就喺呢一個身在月球嘅基地入邊進行交流、開發、對策等各種嘅活躍。Hose 所有嘅 Astro Switch 都係喺月球開發嘅，就連 Hose Driver 都係喺月球開發嘅。作為新平成嘅作品，其實 Hose 咧都算係幾容易入門嘅 Rider 作品。Kamen Rider Super One。Kamen Rider Super One 係 Showa Rider Series 入邊嘅第9作，佢係第一個喺月球進行改造嘅 Kamen Rider， 可以講係月球 Kamen Rider 嘅鼻祖。而且 Super One 係第一位研發呢個改造計劃，兼俾自己嘅 team 嚟改造自己。正因為佢係月球入邊開發出嚟嘅 Kamen Rider， 因此 Rider 就俾注入咗一啲能夠對抗宇宙空間、無重力、真空、氣壓等性能，甚至佢嘅 Rider Kick 都吸收咗月球嘅精華嚟 KO 敵人。總括嚟講 ，Super One 喺肉搏戰嗰方面咧，算係比之前嘅作品較為優秀，而且 TV 版嘅劇情同其他嘅 Showa Rider 係冇任何交際。如果用嚟入門 ，Super One 咧都算係一部唔差嘅 Rider 作品。Kamen Rider Black。Kamen Rider Black 雖然主角咧就同月亮無關，但係佢嘅對手 Shadow Moon 咧就同月亮有關啊！話說 Kamen Rider Black 嘅主角江太郎同埋佢嘅好兄弟信彥，19歲嘅嗰日咧就啱好係日食，佢哋兩個就俾邪惡嘅組織 Gorogomu 綁架，將名為太陽石嘅 Kingstone 注入喺江太郎嘅體內，並將佢改造成為 Black Sun。同樣地將月亮石嘅 Kingstone 注入喺信彥嘅體內，並將佢改造成為 Shadow Moon。雖然俾改造後嘅 Black Sun 喺洗腦之前咧就順利走得咗，但係 Shadow Moon 咧就冇咁好彩啦，最終就俾改造成為2號世紀王嚟對抗 Kamen Rider Black。經典嘅太陽同月亮嘅交戰，而且 Black 亦都係首創 Rider 之間宿敵嘅設定，特別係 Black Sun 同埋 Shadow Moon 嘅對戰，可以講係相當精彩。由於呢一部作品係屬於獨立式嘅劇情發展，打破咗好多過去嘅束縛設定，作為入門嘅 Rider 作品，可以講係有絕對嘅優勢。Kamen Rider Kiba。Kamen Rider Kiba 係以吸血鬼嘅題材為主，無論係主角、敵人、人物定係世界觀，都充滿住濃厚嘅西方文化。雖然同月光咧就扯唔上關係，不過一講到吸血鬼就會聯想到夜晚同埋紅月亮。畢竟 Vampire 都係夜晚黑咧先比較活躍噶嘛。而 Kamen Rider Kiba 嘅必殺技一旦俾啟動嘅時候，四周圍就會變成夜晚，空中出現一粒月亮，相當搶眼。當中 Kiba 仲有一個僕人係狼人族，一睇到狼人亦都會自動聯想起滿月之夜。再講 Kiba 嘅 logo 係由一個彎月同埋吸血鬼所組成嘅，點甩都甩唔走啊！雖然 Kiba 唔係以月亮為題材，但係呢啲題材咧都同月亮有關。如果對西方文化嘅題材係幾有興趣嘅話， Kiba 都算係一部值得推薦嘅入門作品咯。好啦，今日嘅影片咧就到此為止噶咯喎。以上咧就係4個同月亮有關嘅 Kamen Rider， 唔知道大家中意我咁樣嘅分享冇呢？有機會再同大家一一分享每個 Kamen Rider 嘅相關資訊。本作算係俾新手入門嚟了解一下關於呢啲 Kamen Rider 嘅題材。其實無論係想以吊燈籠還是係 Kamen Rider 吊怪獸，目的只有一個，就係月圓之夜大家可以同自己嘅家人一家團聚。當然如果我哋嘅上一代又或者係下一代可以係因為 Kamen Rider 又或者係其他特攝嘅話題而打破咗我哋兩代之間嘅代溝問題嘅話呢，某方面嚟講呢都算係一件好事嚟噶。提前大家都係特攝迷啊，邊個話大人就唔睇得 Kamen Rider 噶？邊個規定特攝片就係鬥技先可以睇噶咋？咁你唔好睇某個 series 啊笨！接住中秋嘅來臨，上子同屋企人打破呢個局面，開開心心、歡歡樂樂咁樣嚟觀賞 Kamen Rider， 互相交流，何樂而不為呢？做喺呢度咧就同大家講一聲中秋節快樂，合家安康。最後如果你係喜歡呢個系列嘅影片嘅話咧，識做啦，去 Facebook like 完我嘅 fan page， 再到 follow 嗰度撳 see first， 同樣你去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再撳下隔籬嗰個 long long。每當我有新影片出街嘅時候咧，你哋將會成為第一批收到封嘅觀眾啦。所以啫，拜拜。